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着伊所讲的，甲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阵，撒拉怀了孕，甲上帝所讲的日期，就甲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后生。亚伯拉罕甲撒拉所生的后生，号名叫做以撒。以撒生落来第8日，亚伯拉罕照着上帝所吩咐的，甲以撒行了割礼。伊后生以撒生的时阵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讲：上帝予我喜笑，凡听到的必甲我一同喜笑。佮讲啥人会当有声对亚伯拉罕讲，撒拉要乳养婴儿呢？因为伫伊年老的时阵，我甲伊生了一个后生。囡仔渐长就断了奶。以撒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哈甲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后生喜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这个使女甲伊的后生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后生不可甲我的后生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为因后生的缘故，真忧愁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你不必为这个童子甲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讲的话，你拢该听从，因为对以撒生才爱成为你的后裔。讲到使女的后生，我也必予伊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伊是你所生的。亚伯拉罕透早起来，摕饼甲一杯茶水，予了哈甲，搭伫伊肩胛头顶，佮甲囡仔交互伊，打发伊走。哈甲就走了，伫爬树爬的旷野行袂了路，杯茶水用尽了，哈甲就将囡仔放伫小树底下，家己走开，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二者讲：我不忍见囡仔死，就相对二者放声大哭。上帝听见了童子的声音，上帝的使者对天顶吼叫哈甲讲：哈甲，你为什么安尼呢？毋通惊吓，上帝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起来，甲童子抱伫怀中，我必予伊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上帝予哈甲的目睭明亮，伊就看见了一口水井，便去将杯底盛满了水，予童子啉。上帝保庇童子，伊就渐渐大，住伫旷野，生了弓箭手。伊住伫巴兰的旷野，伊母亲为埃及地，甲伊带了一个牵手。当迄个时阵，阿比米勒当伊军长回国，对亚伯拉罕讲：凡你所行的事，拢有上帝的保庇。我愿你如今伫遮，你指着上帝对我启示，毋通欺负我甲我的后生，并我的子孙。我安怎好款待了你，你也照样好款待我，甲你所寄予即地的民。亚伯拉罕讲：我情愿起誓。从前亚伯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，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指责亚伯米勒。亚伯米勒讲：谁做这事，我毋知影，你也无讲予我，今日我才听到了。亚伯拉罕甲羊甲牛，予了亚伯米勒，两人就彼此立约。亚伯拉罕甲7只母羊羔另外放伫一位。亚伯米勒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这7只母羊羔另放伫一位是啥物意思呢？伊讲：你爱对我手内受这7只母羊羔，做我画这个口井的证据。所以伊甲迄地方号名叫贝示巴，因为因两个人伫遐里起了誓。因伫贝示巴立了约，
阿比米勒就同意军长回国起身回利斯地去了。阿伯拉罕伫贝士巴栽了一丛垂丝柳树，搁伫遐呢求告耶和华应承上帝的名。阿伯拉罕伫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侪日，